台南山上区农会伫山上国小举办着食农教育的活动，让小朋友了解在地水果，嘛食到在地农产的好滋味。台南山上区农会甲在地卫生所的护理师到山上国小，为校内大细汉囡仔带来一场食农教育，希望讲会使透过这个过程，让大家更较捌家乡的物产。食农教育就是要让咱小朋友对细汉的时了解讲，咱山上地区所生产的农作物有几项，有会当来做啥物料理，互因亲身来参与，对咱这个生产者环境和食物会当有一个尊重和伊的了解。护理师嘛有介绍营养要健康的食食观念，所来嘛有教大家要安怎料理这食材，唔然学到新知识，嘛会使伫厝内运用。就是怎么让我们的在地的这些芭乐水果可以变成一道美味的料理。透过农会发起和食农教育的意念，种伫每一个囡仔的心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